大家问千万字，逐工要甲大家做伙来拜一日。在疫情三级警戒这段时间，大家出门若是无挂嘴烟，警察来考劝，千万唔通有武慢的行为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，咱做伙来看到这个就是武，这个武就是欺负的意思，像咱讲侮辱，嘛有看人无轻视、轻慢的意思，像咱讲舞龙，也个有武慢，带大家做伙来小解两个词。头一个读做武慢，就有轻视、侮辱的意思。第二个词读做舞龙，嘛有人读做舞人，就是侮辱、甲人装小的、看人无的意思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夹做伙。譬如讲，防疫这段时间，大家爱遵守防疫规定，出门一定爱挂嘴烟，唔通烧酒出来聚会。若是警察出来维持规矩，嘛唔通讲一寡武慢的话，唔通有武人无尊重的行为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，武提供予大家参考。